大家呢，今次教大家整呢一個呢，就係糖醋蘿蔔青瓜，咁有啲辣椒嘅。咁啊，首先呢，你要準備嘅材料啊，當然係有呢一個大嘅牛角椒啦，你可以用紅色或者綠色都得。跟住將佢呢切開一個圈，跟住仲有呢個呢，就係啲韓國嘅青瓜仔，你可以喺超市啊或者係街市都買到啦，就細細條，就比較爽口啲。咁就唔使好似大青瓜呢咁切出嚟呢咁大件嘅，咁你可以切開呢一細細個一片片咁樣。咁另外就準備啲蘿蔔啦，蘿蔔又切片。咁啊仲有就係呢個醋啦，醋咁啊大概如果支咗緊啦，因為其實用唔晒嘅。仲有砂糖、鹽同埋準備一個乾淨嘅玻璃樽。咁首先呢，就將啲材料呢切細條片先，咁之後開始煮個糖醋。咁個份量嘅方面呢，你大概預翻一份醋呢，就7成嘅砂糖，咁同埋呢就落適量，譬如1至2茶羹嘅鹽。咁啊煮溶晒呢啲咁嘅糖醋之後呢，咁啊攤凍佢，咁啊將呢個材料呢，即係嗰啲青瓜、辣椒同埋蘿蔔擺晒落去個樽裏邊先。咁啊可以盡量擺晒落去啦，留少少空間就得㗎啦。跟住將煮好嘅糖醋呢，就擺落去，就浸個面。咁浸個面之後呢，就擺落雪櫃啦。咁大概你預翻去10至15日左緊啦。咁啊基本上呢，你就可以攞出嚟試食啦。如果 OK 嘅話呢，已經係可以食得㗎啦。咁整好晒之後出嚟呢，大概呢做出嚟個樣就咁樣啦。咁呢個就係製成品嚟嘅。咁啊食落去呢，就酸酸甜甜，有啲辣咁樣。你可以攞嚟做呢一個食飯之前嘅前菜啦，或者係拌翻啲肥膩啲嘅食物去食呢，都唔錯嘅。